生者在吾之前，成者在吾之后。或以为有多寡轻重焉，然天地应以定其上下位。天先的后，亦序也。此应先阳后亦序也。男女此兄，各有其位，秉其分，别其尊卑，而不得谓之尊应以阳者。义道重两不以此分，其分位也。一应以阳，出生之际，以后生成，皆如此处。推演日繁，生化日极，天地无位，人物自分，何谓太和？